響呢一集，我哋再講埋調節回路、滯後效應呢兩樣嘢啦。首先，你知唔知乜嘢叫做調節回路啊？簡單啲嚟講，如果話係因推高咗個果，咁個果又會反過嚟推高翻個因，呢啲俗稱嘅越做越大嘅循環，就係增強回路啦。但係如果話係因推高個果之後，個果反而會拖翻低個因，咁就係屬於調節回路。呢個世界之所以唔會一面倒咁走向極端，就係因為有調節回路，就係佢呢個自動平衡機制喺度扯住條纜。舉個貼地嘅例子啦，好多後生仔搞創業嗰陣，成日掛住句口頭禪就係唔管理就係最好嘅管理。開頭就係得嗰三幾丁友做嘢，一遇到問題就會嗌一句喂阿傑，過嚟睇睇個 bug 啦，轉頭就會搞掂。大家好似打機咁做嘢，效率自然高到癲。喺產品行先嘅增強回路推動之下，生意真係會幾何級數咁爆上去噶。但係當公司擴張到幾百人規模嗰陣，之前嗰套自由發揮管理法就會即刻爆煲噶啦。今日個伺服器跪低，聽日班客服投訴就會爆燈，後日班 IT 狗就話劈炮唔撈。最攞命就係當公司越大鑊嗰陣，管理嘅複雜程度就會越高，管理越複雜，出事機會就會越多。第日公司想再擴張就會變到好難。喺呢個時候，產品行先嘅增強回路就會撞正管理亂到七彩呢種調節回路，搞到盤生意卡咗喺度，唔上唔落咁好難突破。咁點拆招先？咪就係要學大公司嗰套，例如定層級、寫流程、set KPI 嗰啲咯，將管理複雜到呢個剎車掣鬆開，先可以釋放翻增長嘅潛能噶。所以話初創老細成日笑啲大公司官僚，到頭來自己咪又要走翻轉頭，再學過向管理要效益咯。之前覺得唔使管理，純粹係因為公司仲細，未撞到調節回路呢塊鐵板啫。做 CEO 嘅真功夫，就係要識得狂踩增強回路呢個油門，同時鬆開調節回路呢個手掣。增強回路就似班後生仔玩命咁踩單車落斜，調節回路就似阿媽扯住件衫尾話仆街啦你。呢兩種力互相拉扯，先至構成呢個唔會失控嘅世界。最後講埋滯後效應啦，其實時間差陷阱就係滯後效應。簡單啲講，就係因果關係唔會即時見效，中間總係有段空窗期喺度玩嘢。例如你揸車準備過海，見到前面條紅隧塞緊，聽到交通台話西隧好暢通，你就即刻轉軚撲過去，點知殺到去西隧嗰陣，又係塞到阿媽都唔認得。你心諗交通台你係咪玩嘢啊？其實人哋冇呃你噶，只係由你收到了開始，一直去緊西隧呢段時間，班司機個個都一齊收到同一個消息，結果全香港嘅車龍就玩咗一次乾坤大挪移。講個學生哥最痛嘅例子啦，當年高考揀科，啲升學顧問個個都話讀金融實係冇死噶，點知4年之後畢業，先發現個市已經轉晒型。人工智能同 Web3 先至係搶手貨，嗰班金融畢業生個個見工見到傻，你話班顧問係咪老點？非也非也，只係呢個世界嘅變化永遠快過你個大學 timetable。滯後效應最賤格嘅地方就係將因果關係玩到時空分離，等你揾極都揾唔到個元兇。所以話真正嘅高手睇嘢會識得自動幫每一件事加上條時間軸，普通人睇手錶就真係淨係睇時間。高手就睇到入面百幾件零件點樣互相牽引，普通人見人合作就睇表面和諧。至於高手，佢哋睇到份合約嗰陣，就已經識點樣分配着數同卸鑊。普通人見公司亂就話同事廢，反而高手就會睇到成個責任權利嘅網絡。所以要搞清楚系統思考嗰5件頭，就要識得拆解世間萬物。其實靠呢5件基本工具就已經夠晒數噶啦。首先揾出核心家底，即係關鍵存量，再執清條因果鎖鏈，認住增強回路，揪出調節回路，仲有計埋時間差陷阱。所以每次遇到問題，就可以跟住呢個5步慢慢拆。究竟邊個水杯已經冇水？左邊條因果鏈打 K， 邊個增強回路冇踩到油？邊個調節回路踩住咗剎車？有冇時間差導致咗誤盤？當你練到呢5招滾瓜爛熟嗰陣，就已經真正擁有咗睇穿系統嘅金睛火眼。當然啦，要達到呢個境界係冇捷徑噶。當你不斷日諗夜諗，撞板撞到頭破血流嗰時，就自然會開竅噶啦。
呢家執翻晒所有重點先。增強回路係踩油加速，調節回路就係自動平衡，要佢哋兩兄弟打交，先保持到世界嘅正常運轉噶。管理嘅本質就係同調節回路鬥智鬥力。公司規模大咗，就唔可以單靠唔管理走數噶。而滯後效應就係最陰濕嘅時間差陷阱嚟，係高手識得預判3步之後嘅棋局。系統思考就要兼顧零件關係同埋時間軸，係缺一不可嘅。真正嘅洞察力就係要將呢5件工具變成條件反射，見招拆招。記住啦，呢個世界所有問題嘅解決方案，其實都收埋喺呢5嚿積木入面。只要練熟呢套功夫，就即刻感受到你睇嘢嘅高度，同普通大眾比係完全唔同層次㗎啦。